我做到，成就美好 Triangle。大家好，我係學生會候選內閣 Triangle 嘅秘書5C 班周冠瑤，我係5C 班嘅鄧曉瑜。我哋嘅理念係營造一個和諧、冇隔膜嘅校園生活，而且我哋會記錄同學所有嘅意見，聽力向校方爭取福利。當初我真係冇諗過成為學生會嘅成員，但為咗幫同學爭取更多福利、搞更多活動、做更多嘢，我真係覺得一啲都唔辛苦，反而覺得好有意義、好值得。初初我都冇諗過要入呢個學生會㗎，因為我哋個個都唔識大家，又驚我哋溝通唔到。因為 C、D、E、F 班咧都冇乜嘢交流㗎，平時大家都好自我咯。但係而家開始咗一段時間啦，我發覺原來我哋都唔係咁想像中咁差啫。我哋都可以好傾得埋，好似一家人咁。我哋而家嘅內閣都已經發展得有板有眼啦。真係好希望我哋內閣可以當選為大家服務。如果大家有咩意見，可以嚟揾我哋兩個。我係5C 班周冠瑤，我係5C 班鄧曉瑜，我哋係5037。傳遞信息做得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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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服務最好 Triangle，服務最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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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iangle。傳遞信息做得到，服務最好 Triangle，傳遞信息做得到，服務最好 Triangle。